继续来看台中51高中生的命案。台中地方法院早起宣判，伪造文书的罪名成立，也就是认定两个人就是假结婚，把这个姓夏的男子判刑1年6个月。庭长来解释讲，对比两个人过去的对话记录，并无发现有亲密的对话。讲姓夏的男子是利用婚姻的制度稳藏背后财产的利益。针对这个判决的结果，高中生的律师讲，甲一般的伪造文书比起来，判1年6个月算是判了较重。咱新园的民众甲标语亚官拢真安慰，因为台中地院再报宣判51高中生案，夏姓查甫人甲罗东学的婚姻，获中检起诉是伪造文书，罪名成立。夏朝元共同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准公文书罪。 处有期徒刑1年6月。台中地院说明，比对过去的对话记录，两人之间无亲密的对话，嘛照罗同学的老师甲同学的证词判定，伊是介意女性，毋是同性，怀疑夏姓查甫人是咧利用婚姻制度。那对于这个量刑的部分，本院法官是认为说，这个夏姓的被告利用婚姻这个制度，那背后隐藏这个相当庞大的财产利益。 庭长讲，一般伪造文书拢是判1年以内，不过综合所有的证据，判1年6个月，不得依扣罚金。罗东的律师嘛认为，地院这届有判较重。算是在这个条文里面相对算是比较重的惩罚。那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样子的做法。 律师对结果是表示赞同，嘛讲因为民事的官司拢会参考刑事的判决结果，对刷落来8月要拍婚姻无效民事官司是真有信心。虽然会当阁上诉，不过夏氏查甫人甲伊的律师所拢无到场来听判决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